后来镜头锁等来台湾，来看北台湾今仔日回温，但是嘛只有今仔日一天，明仔载开始拜4天的连假，头尾拢会来东北风。明仔载后日拜4、拜5，北部甲东北部湿凉落雨，温度大降8度。到这个拜六回暖转好天，但是礼拜北台湾阁转湿凉，收假日的低温14度。整体来讲，4天的连假，北台湾的天气是1好3歹，若中南部无受影响，4天拢真好天。东北季风减弱，气温回升，北部高温是28度，中南部高温有30度，不过早暗也是偏凉。局部地区能见度会比较差，甚至会有感受到有一点下毛毛雨的情况哦。不过这样的情况的话，大概在下午过后会慢慢的减缓下来。再来就是228 4天的连假，受到南部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北部、东部只有初2好天，其他3天咧拢是偏凉落雨。甲今仔日比起来，这里是高温是降8度，桃园新竹只有拜5、拜6天气较好，中南部无受影响，大部拢是多云好天。在低温的部分的话，各地没有很明显的降幅，大致上都在16到17度左右，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15度左右的低温。228连假想要去倒位佚佗，出门进前也是爱注意，这北台湾的天气变化快速，加一粒外套以免去冷到。